弟兄姊妹，主內平安。今日係2026年7月26日主日。我係長老堂嘅梁偉佳牧師。今天早上因為颱風嘅原因，我哋未能夠一同嘅返到聖殿嘅裏頭去敬拜，去領受上帝嘅話語。但願我哋都繼續嘅可以喺家中安靜我哋嘅心靈，一同領受上帝今日喺聖經裏邊要向我哋講嘅說話。現在讓我哋一同嘅先低頭，我哋同心向上帝禱告。慈愛嘅天父上帝，我哋要感謝你，因為我哋知道無論喺晴天定係雨天，喺風暴中定還是喺平靜安穩嘅日子，上帝你都係與我哋同在嘅。現在我哋懇求你嘅聖靈幫助我哋，叫我哋能夠喺你嘅話語嘅當中經歷從你而嚟嘅觸摸，經歷從你而嚟嘅引導，經歷從你而嚟嘅安慰與提醒。我哋咁樣嘅祈禱係奉靠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誠心所願。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嘅講題係一粒芥菜種的啟示。經文出自馬太福音13章31至32節，讓我哋先一同嘅去睇經文啦。聖經馬太福音13章31至32節，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比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它原比所有的種子都小，但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以致天上的飛鳥來在它的枝上築巢。弟兄姊妹，今日嘅經文提到一樣嘢，就係芥菜種啦。唔知道其實大家有冇真係見過芥菜嘅種子呢？事實上芥菜嘅種子真係好細嘅，好細粒嘅一樣嘅東西。難怪以前猶太人當佢哋要去形容一啲極其微小嘅嘢嘅時候佢哋就唔佢哋就好似我哋廣東人會話芝麻綠豆嘅事啦，但係猶太人佢哋就會講話一粒芥菜種咁嘅事，一粒芥菜種好細嘅啫咁。咁呢粒咁細嘅種子喺耶穌時代嘅巴勒斯坦地常唔常見呢？其實都非常嘅常見。當時嘅人佢哋會種植芥菜，裏邊主要有兩個嘅用途。首先第一個用途，芥菜種可以愛嚟做調味，因為芥菜種係有辛辣嘅味道嘅，可以磨成芥末醬。其實我哋好多時可能都會去某間漢堡包連鎖快餐店食嘢㗎。若果我哋嗌嗰啲雞塊嘅話可能我哋會有個醬㗎嘛。若果我哋嗌芥末醬，嗰個黃色嘅醬其實正正就係由芥菜嘅種子磨成粉，再透過加工調製而成。除咗調味之外猶太人以前亦都喜歡用芥菜種嚟到去作為藥用嘅咁，因為據聞係可以驅寒啦、消腫啦咁樣。不過講明我唔係醫生啊，到底要用幾多份量啦，有冇副作用啦，有冇效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就可以再請教醫生啦。無論如何，芥菜種喺耶穌嘅時代非常嘅常見。耶穌就係攞住呢一樣當時嘅人個個都識嘅嘢，人人都見過嘅嘢嚟到講咗今日我哋讀到嘅比喻。其實耶穌喺咩情況底下講今日我哋睇嘅呢個比喻咁？事實上芥菜種嘅呢個比喻並唔係馬太福音獨有嘅，馬可福音嘅第4章、路加福音嘅第13章都有記載。當中讓我哋知道耶穌當其時正係喺船上高向住岸上面嘅民眾去講出呢一個嘅比喻。
嗱，喺我哋今日去睇馬太福音記載呢一個芥菜種嘅比喻嘅時候，我哋咧會留意到咧有一個嘅詞語，呢個詞語咧叫做天國。事實上咧，芥菜種嘅比喻，我哋咧好多時都會稱佢為天國的比喻之一。嗱，不過咧有一個冷知識，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過或者知道，就係咧其實4卷嘅福音書裏頭咧，只有馬太福音係會出現天國呢一個嘅詞語嘅。嗱，至於另外3卷嘅福音書，當提到同樣嘅事情嘅時候咧，佢哋係會用到上帝的國，或者我哋話係神的國嚟到咧去表達。嗱，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呢？咁事實上咧，上帝的國或者同埋天國咧，喺兩個嘅意思係互通嘅。嗱，只不過咧，因為馬太福音當初馬太嘅寫作對象咧係猶太人，而猶太人因為敬畏上帝，佢哋咧唔敢隨便去講上帝或者咧神呢一個嘅字，佢哋咧會用天嚟到去代替。所以當馬太佢提到上帝的國嘅時候咧，佢就會改為去用咗天上的國，亦即係咧天國嚟到咧去表達。嗱，咁耶穌喺今日嘅比喻當中都提到咧天國。天國其實係指到啲咩咧？咁天國嘅意思係指到上帝嘅管治權，係指到咧上帝作王掌權嘅呢一個現實。嗱，而呢一個上帝管治權臨到嘅方式，事實上咧卻係往往同我哋世人嘅想像、我哋預期可能咧好唔同。嗱，今天早上我哋咧一齊透過芥菜種嘅比喻，我哋去作出反思啊！耶穌用芥菜種形容天國，今日咧我哋嘗試用3個層面去思想呢件嘅事情，去諗呢一個嘅比喻。首先，馬太福音13章31節，耶穌話：天國好比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嗱，讓我哋留意，耶穌佢並唔係話天國好比一粒芥菜種就講完停咗喺度，而耶穌事實上佢當提到天國好比一粒芥菜種之後咧，佢係強調啊呢一粒嘅種子咧係有人拿去種在田裏。所以一粒芥菜種的啟示，首先今日我哋第一層面嘅啟示去思想佢，就係呢粒芥菜種嘅呢粒芥菜種子咧係需要種在田裏嘅。嗱，的而且確我哋都明白啦，如果一粒嘅種子若果只係咧擺喺手上面去望佢咧，佢永遠都只會係一粒種子，佢唔會變成其他嘢㗎。但係當我哋將呢一粒嘅種子咧種在田裏面嘅話，情況就唔同啦。嗱，弟兄姊妹，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咧？其實耶穌之前啱啱就係講完撒種嘅比喻啊。佢話種子可以咧撒喺4種咧唔同嘅土壤當中啊，分別係路旁啦、石頭地啦、荊棘裏啦，同埋咧好土中。當中咧唔同嘅土壤代表緊唔同嘅人，佢哋嘅心對天國嘅真理、天國嘅道嘅回應。嗱，嚟到芥菜種嘅比喻，耶穌咧佢將焦點轉一轉，佢咧唔係再係將焦點放喺土壤嘅好與壞，而係咧佢將焦點放喺種子本身嗰個嘅力量，就係咧天國嗰份嘅力量。耶穌基督佢嚟到世界上面，佢並冇選擇喺皇宮出世，相反佢係喺一個咧叫做伯利恆嘅小鎮
裏邊嘅馬槽降生。而佢嘅門徒呢，事實上我哋亦都明白，並唔係啲知識分子或者咧當時嘅權貴高官啊。耶穌嘅門徒大部分都係學識唔高嘅人，學識唔高嘅漁夫。所以我哋話天國嘅開始其實咧就係咁唔起眼嘅喎。好似咧一粒芥菜種子咁，好似咧唔係咁容易去引起人嘅注意。弟兄姊妹，可能咧你今日都覺得自己好平凡，可能咧你都會有時會覺得你嘅人生好平凡。不過喺今天早上，讓我哋去思想，若果我哋嘅生命願意接受上帝嘅管治，我哋願意我哋嘅生命讓上帝去作王掌權，咁樣嘅話，天國嘅種子就係已經種喺我哋嘅心田裏面，係種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天國係滿有生命力嘅，好似一粒種子一樣。如果我哋願意將呢一粒嘅種子種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頭，今日嘅經文話俾我哋聽，你同我嘅生命將會因着天國嘅臨在，因着上帝嘅掌權，係可以產生我哋完全意想唔到嘅影響力。喺今日嘅經文，耶穌佢話天國好比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然之後咧，耶穌佢繼續話喺32節，聖經話記載耶穌佢咁講，他即係呢粒嘅芥菜種，原比所有的種子都小，但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嗱，讓我哋留意喺經文裏邊呢一度嘅對比，芥菜種原比所有的種子都小，好細嘅啫，但係咧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係一個咧好大嘅對比。並且耶穌更加話呢一粒嘅芥菜種子，佢不單止咧會長起來，而且咧會長成為一棵嘅樹。所以一粒芥菜種嘅啟示，剛才我哋話呢粒種子係要種在田裏。現在我哋思想第二方面嘅啟示，就係呢一粒嘅種子咧，讓我哋留心，佢係會生長嘅，佢係可以咧長成為大樹。其實喺2000多年之前，跟隨耶穌嘅人只係一小撮嘅人，好少人嘅啫。但係到咗今日咧，嚟到咧最新嘅統計數據啊，而家咧我哋全球嘅人口大約有83億人，而當中咧表示相信耶穌嘅人數大約係26.5億左右。換言之，全個世界、全個地球每3個人裏面咧，有大約1個人咧，佢會認為自己係相信耶穌嘅人。我哋話咧喺呢2000多年嘅裏邊，呢一個嘅變化係幾咁嘅大，係完全咧超越咗2000幾年前嘅人佢哋任何嘅想法，諗都冇諗過耶穌佢嘅影響力竟然咧有咁大。我哋話種子喺泥土裏邊，我哋咧睇唔到佢發芽嘅過程，但事實上佢確實咧係喺度生長緊嘅。只要我哋按時嘅去灌溉佢，佢會咧慢慢嘅逐步嘅去生長。今日我哋話可能睇唔到有改變，
但係改變係正在發生當中。今日可能我哋都會話，我哋好似睇唔到我哋身上因着信仰有幾大嘅改變，又或者我哋睇唔到因着我哋嘅侍奉喺教會當中睇到有幾大嘅改變。不過願我哋要知道一件嘅事情，只要天國呢一粒嘅種子係的的確確栽種咗落嚟嘅話，聖經話俾我哋聽，等到長起來，等到長起來，提醒我哋成長係需要時間嘅。今日你同埋我哋可能慣咗好多嘅東西咧，我哋都要好快嘅，我哋好希望咧好快就睇到個成效，好快就睇到轉變。不過今日嘅經文提醒我哋，等到長起來，我哋嘅生命，主嘅教會成長需要時間，而當中最關鍵嘅係天國嘅種子係咪種植喺我哋嘅心田裏邊，係咪種植喺我哋嘅教會嘅裏邊？今日我哋嘅生命有冇順服上帝嘅管治？今日我哋嘅教會有冇真係以上帝嘅真理為基礎，為我哋作決定嘅首要原則？我哋嘅教會有冇讓上帝喺當中得着最大嘅榮耀，讓上帝喺我哋當中作王掌權呢？如果我哋嘅答案係肯定的話，我哋嘅生命教會必會成長嘅。今日選讀嘅經文去到最後，耶穌話呢一棵由芥菜種子長大而成嘅樹，佢會大到點樣樣呢？咁聖經話係大到咧，以致天上的飛鳥來在它的枝上築巢。呢句說話咧，提醒咗我哋天國成長彰顯嘅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就好似一棵嘅大樹，最終係讓飛鳥得着地方去棲息。所以我哋今日喺今天嘅早上，我哋要明白一件嘅事情，我哋話我哋嘅生命可以因着上帝嘅管治成長，我哋嘅教會可以因着上帝嘅掌權而增長。不過我哋要記得，天國嘅彰顯並唔係為咗要讓某個人強大，從而去炫耀自己。天國嘅彰顯亦都唔係為咗要讓某間堂會強大嚟到炫耀我哋自己。天國嘅彰顯係為咗要能夠承載別人，係能夠讓其他嘅人，更多嘅人能夠藉住我哋去經歷與上帝和好，能夠藉住我哋可以得着耶穌所賜予嘅心靈真正嘅安息。所以一粒芥菜種嘅啟示，第三方面嘅層面，讓我哋記得呢一棵長成嘅樹係要能成為萬鳥棲息之所。弟兄姊妹啊，今日你同我嘅生命係咪一個能夠讓萬鳥棲息嘅生命呢？今日你同我身邊有冇人可以因着我哋嘅緣故，能夠經驗從主佢而嚟嘅平安啊？今日我哋嘅小組、我哋嘅團契、我哋嘅教會，係咪一個能夠讓未信嘅朋友、讓迷失嘅靈魂可以停留落嚟，
去遇見主嘅一個地方呢？弟兄姊妹啊，作為主嘅門徒，讓我哋要記得，我哋嘅生命並唔係只係為自己而活，我哋生命嘅成長、教會嘅成長，並唔係為咗我哋自己或者堂會嘅榮耀同滿足嘅，而係要讓更多嘅人能夠藉住我哋得到從上帝而嚟嘅賜福。喺今日嘅經文裏邊，耶穌話天國係由一粒最細嘅種子開始嘅。當呢一粒天國嘅種子雖然睇上嚟咁唔顯眼、咁微小，但係只要佢被種在田裏，佢終必會能夠生長，長成為大樹，並且最後能夠讓萬鳥棲息。呢一個呢，其實係一幅何等美麗嘅圖畫。今天早上，願我哋喺風暴當中，我哋再次認真去反思呢一幅咁美麗嘅圖畫。天國就係上帝作王掌權嘅現實。呢一個嘅現實有冇活現喺我哋生命當中呢？有冇彰顯喺我哋教會裏頭？願我哋相信，只要呢一粒嘅種子係已經好好嘅被栽種，總管我哋可能今日尚未睇見有咩重大嘅轉變、驚人嘅果效，總觀我哋好似睇唔到佢發芽緊，但係事實上佢係正在生長緊嘅，有一日終必有所收成。所以弟兄姊妹啊，總管今日尚未看見，但係今日嘅經文鼓勵我哋要繼續嘅持守，繼續嘅去相信。弟兄姊妹啊，我哋是否願意憑信繼續同心為主去努力呢？浪還在每刻翻騰，處處有暗湧，想找一個海港，能靠岸。密雲在半空交纏，偶爾暗了點，想找到一抹光，伴隨我走過。當風沙遮蔽遠方，神你是我倚傍。滔天翻湧過海浪，仍是我安息港。當天空不再有光，黑暗總不吞沒我，在你蔭下可安躺。儘管我這刻看不見，還沒看得見，我也願屈膝你面前，請讓你美善。即使看不見，還沒看得見，我也願相信你恩光總照遍。浪還在每刻翻騰，處處有暗湧，想找一個海港，能靠岸。密雲在半空交纏，偶爾暗了點點，想找到一抹光，伴隨我走過。當風
總不吞沒我，在你蔭下可安躺。儘管我這刻看不見，還沒看得見，我也願屈膝你面前，稱揚你美善。即使看不見，還沒看得見，我也願相信你，因光中照遍。像清風始終看不見，當吹過我也知曉，你同在也如此圍繞。儘管我這刻看不見，還沒看得見，我也願屈膝你面前，稱揚你美善。即使看不見，還沒看得見，我也願相信你，因光中照遍。我願這生相信你，因光中照遍。弟兄姊妹，現在就讓我哋低頭同心領受從上帝而嚟嘅差遣同賜福啦。謹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差遣你哋進入世界。你哋要靠主剛強壯膽，竭力持守美善嘅事，唔好以惡報惡，要輔助軟弱嘅人，鼓舞灰心嘅人，尊敬眾人，常常愛主，侍奉主，依靠聖靈嘅能力，平安度日，見證上帝。又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看顧、引導與保守，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